中华民国垒球协会伫南投埔里举办女子垒球邀请赛，比赛的结果是埔里暨南大学的女垒队摕到冠军。17号来举行着闭幕的典礼，球员伫个庆功宴欢喜跳舞登舞机。 2023南投国际女垒邀请赛参加队伍的水准是真出色。经过4天的比赛，由暨南大学女垒摕到本届冠军。参加队伍希望让借这摆机会磨练经验。我们这一个南投国际女垒邀请赛呢，已经从1996年举办到现在了，到现在有20几年了。南投县女子垒球运动已经推展30年，今年南投县有10位选手会代表国家参加杭州奥运，嘛真感谢地方各界支持赞助。 疫情了后呢，会当搁来续办吼，这是真感谢咱县政府甲咱县议会吼，全力来支持。埔里镇是女子垒球运动摇篮，这摆参加女子垒球队除了拍球的技术一流行，南投县长柯淑华嘛答应会投入较侪经费来全力支持垒球运动的发展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